依然係新正頭，禮多就人不怪。咁再次恭祝大家馬年大吉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就行好運，做生意嘅門庭若市，財源廣進，打工仔就步步高升，都係財源廣進啦。今日就開工，祝大家開工大吉啊！今年就揾多啲，事事順利。今日簡單同大家分享少少前嗰兩日啊，遇到啲得意嘢啊！假期啦，年初七嗰日咧就上松山啊，好耐都冇松山行啦，咪行咗個圈，諗住行大運啦。喺我印象當中咧，松山呢度以前應該有好多樹嘅，喺呢條路行過嚟咧，應該見唔到呢個風景啊，但係現在咧就見到呢個風景。喺呢度行過嚟啦，以往應該見唔到呢度啊，一大片嘅樹咧應該誒冇咗啊。以前真係見唔到呢個景啊，現在見到啦。諗住行大運啦，落嚟嘅時候咧就撞到我師傅，咁啊喺安記入邊飲咖啡啦，咁啊傾咗一陣偈啊。當中咧就有個話題，我師傅個爸爸咧當年帶我師傅出去拜年又好，或者係見啲朋友都好啦。我師傅嘅爸爸嗰輩人咧打招呼，第一個講就係食咗飯未啊？點解會講食咗飯未嘅咧？咁據我師傅所講都係合理嘅啫。因為當年澳門經濟就唔係話好好嘅，當時兵荒馬亂啦。澳門已經相對好啲咯噃，因為經濟唔好啦，唔係經常有飽飯食嘅，可能就係揾朝就唔得晚嘅朝早有飯食，或者中午有飯食，夜晚未必係有飯食嘅。朋友或者同我見到面咧，第一句説話就問：咦，食咗飯未啊？見到面食咗飯未啊？咁就係一種問候啦。OK 咁樣合情合理嘅。我諗70年代開始咧，澳門經濟好轉啦，開始有製衣、玩具、電子等等啦，我就開始經濟相對會好一啲啦。咁再前一期嗰啲經濟就講真麻麻地。初七我夜晚咧就接我女啦，去完旅行翻嚟啦，咁我揸車接佢嘅時候咧就傾開偈喎，又講開一樣嘢喎，咁啱先又係講食咗飯未。咁試完咧，我就問下佢點啊？阿妹喺旅行入邊嘅表現點樣樣啊？佢就話：成日瞓覺啦，難瞓啊嘛。咁好正常啫。咁後生女難瞓我女又講翻嚟：係啊，我聽人講啊，以前啲澳門人啊，一見面咧，第一句就問人食咗飯未啊？我話又係講食咗飯未？我晏晝先講完呢個話題嘅喎。跟住我問你個女點解你會咁講咧？佢就同我講嘅話：以前啲人見過人餓死但係未見過人猝死啊！一打招呼就會問人食咗飯未啊？但係咧，現在啲人咧見過啲人猝死但係未見過啲人餓死啊！所以咧現在啲人咧第一件事就係瞓咗先，以前啲人咧第一件事就係食咗先。所以咧，依家打招呼咧唔係食咗飯未啦，你瞓咗未啊？幾巧啊！同一個話題。晏晝同我師傅傾完，佢係我前輩啦，60零歲啦。跟住隔咗幾個鐘頭之後，又同我女傾，又去傾同一個話題。咁我呢一代人係點咧？見面可能會講點啊？飲乜咖啡未啊？可能係咁啦。我唔知大家見到即係朋友之間咧見到面咧，第一句會講啲咩咧？飲乜茶未？飲乜咖啡未？喂，得閒出嚟飲茶啦，定係咁樣咧？留言咧話俾大家聽啦。與此同時啦，初八就去咗龍環葡韻入邊去行一行啦。哇！呢度就係龍環葡韻，一個人工濕地，好靚下其實。難得有機會可以外牧老豆嚟睇一睇，幾靚。雖然後邊咧就係啲賭場啦，有少少煞風景啦，不過會入嚟咧有另外一個世界嚟㗎，係一個人造嘅濕地。細個成日都嚟呢度旅行嘅星星公園，當然係好靚嘅，都 OK 啦。嗰度嘅地方都雖然係咁啦，多旅客喺度睇嘅，但係大家會睇一睇龍環葡韻現在嘅狀況點樣咧？相信隔多幾個月之後咧，嘅狀況係完全唔同㗎啦。將會係夏天啦，開始有荷花啦等等，有另外一番景緻啦。不過初八嘅時候去睇咧，
就係一啲祠堂咁上下啦，乾乾地嘅祠堂啦。不過別有一番風味啦，頗靜噶。不過去氹仔食嘢咧就認真大鑊啦，多人到不得了。不過都 OK 啦，都揾到嘢食嘅。好啦，今日咧簡單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嘅點滴啦。咁啊，再次恭祝大家馬年進步，馬年大吉，拜拜。